就好似演員都需要一個演出嘅舞台。頭文字 D 中嘅極速漂移賽車世界，梗係要由傳奇嘅秋名山開始講起。你基本上呢套片唔可以喺香港拍，因為香港都冇咁嘅山路。我哋點樣將一條山路變成一條賽道出嚟啊！我好開心今次 create 咗一個好得意嘅賽車世界。This is Jordan. 36. 我未拍之前咧，我都開頭啦。秋名山、大帽山就得啦，使乜秋名山咁遠啊？都喺條山咧，都係咁彎路嘅。喺漫畫或者喺嗰個電視劇裏邊，我哋睇嗰個賽道，佢點畫都得噶嘛。喺山上面嘅時候咧，你先感覺到，喂，真係唔同㗎。無論佢樹又好，發夾再發夾嗰啲彎咧，幾條發夾㗎。好彩今次我哋揾到一個山路可以全程封咗俾我拍，呢個係減少咗好多危險性嘅問題。4、5條發夾嘅咩？根本就冇可能係飄係好危險嘅事。踩住極速邊緣喺午夜山道上奔放前進，呢個就係頭文字 D， 一場青春嘅冒險，一個完美漂移嘅世界。